早安，歡迎來到這個屬於你的療癒空間。在這個新的一天開始之際，請找一個舒適的姿勢，跟着我的聲音，一起做一個深呼吸。吸氣，吐氣。讓我們把焦點帶回當下。接下來的這段豐盛宣告，你可以閉上眼睛，靜靜聆聽，讓文字的能量沉澱進你的潛意識。你也可以在心中跟着我一起默念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開始吧。我感恩新一天的到來。今天是一個全新的開始，充滿了無限的可能。我的內心充滿了平靜與喜悅。我帶着樂觀與自信，迎接今天所有的挑戰。我相信生命中所有的經歷都是最美好的安排，眼前的每一個考驗都是為了成就更好的我。我的心是一塊磁鐵，今天我只吸引善良的人、美好的事以及向上提升的正面能量。我敞開身心，順應生命的流動。我相信財富、幸運與豐盛正從四面八方源源不絕地向我湧來。我深深地愛着並全然接納現在的自己。我有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去創造我渴望的未來。我對身邊的一切保持感恩。當我活在感恩之中，生命便會回饋我更多的豐盛與愛。好，再次做一個深呼吸，把這份豐盛與篤定的感覺帶進你今天的每一個行動裏。謝謝你今天早晨的陪伴。如果你喜歡這樣的聲音與能量，歡迎訂閱、點讚並分享給需要的朋友。祝福你擁有無比豐盛、幸運且美好的一天。我們下次見。